看小心机哦。公司资料嘞，我们是传统的，哪里有什么公司资料？你快去阻止他啊，不然会出人命的。出击！哎，用力去来背。要死！放手！放手！我人哦是去互恁害死的哦，若是有资料吼，就较紧提出来啦。啊，若无民事迄边吼，我绝对告互你死啦！知道你有你的难处，但是真正是过分啦。你今仔安尼乱，大家拢甲你当作是笑亏呆。该争取的爱去争取，唔通叫大广告。我们要什么？为民崇高。我们不要什么？长期长期怠慢。等等！放开啦！监管你更加大，老人家爱违法事情啊！你以为你爱做工吼，就互恁做一个较够开的啦。回去甲迄个姓邱的讲啦，我告米费吼，唔是讲念头啦。